覺得1分啊！非常搏命兩人。呢隻吉祥物都走出嚟。黑燒打手啊，為大家拼搏嘅表現，係咪一場好精彩嘅賽事？過山車咁樣，千祈前鋒3度領先啊，亦都曾經被反超，亦都再度反擊，同時都係再俾人追落4-4。非常之滿意球隊嘅拼搏表現嚟到。川崎妹啊，川妹啊！佢有好多表情喎，呢隻波咁多表情嘅，波咁多嘅，吉祥物啊！不枉此行啦！無論啲球迷定我自己本人都係講真，人生你有機會入場睇一場波，喺現場睇到4-4嘅，你話我知，一世人都未必有一次機會啦，係嘛？4-4喎，大佬！咁個波膽你買得中，你呢一世人都可能得一次啦，係嘛？可惜我係買2-1同3-2，買川崎前鋒。就算贏一球我都有錢抽，但係真係唔緊要啦，小注怡情，個人入場感受氣氛，一齊嗌下，當我自己都係川崎人，我都幾開心。之後仲有10月4號、10月8號、10月12號。有一場 J 聯，佢京都不死鳥，10月4號、10月8號就喺主場等等你球場再對柏雷蘇爾喎，跟住10月12號就作客呢個柏雷蘇爾3月球場，8月地帶聯賽杯嘅4強
嚟緊3場嘅專業旋風嘅賽事，等你陸上競技場。雖然唔係話最大嘅城市，但係都係有佢嗰種激情喺度啊！如果係唔係大城市嘅，有嗰種小城嗰種小城嘅激情啊！哇！呢個川妹幾正喎，呢個川崎旋風妹，川崎妹。有機會一定要過嚟呢個日本神奈川崎市嘅等你陸上競技場，感受一下呢個川崎旋風嘅激情。